后来真侪人认为，这个食品若过期就袂当食咯。但是讲有影所有的食物，只要过有效的期限就袂当食咧。啊，这个有限的日期，佫是安怎定出来的咧？来看咱的报道。 表情专注，注意漂啊日期。特别过期食品，无要做废弃物的处理，等到有新的去处。我们会在快月底的时候，会跳下个月的日期出来。一个打拍这个标示，这箱仔内面有各种的商品，全部拢是即期品。像面前这罐，2019年11月2日到期的大罐优酪乳，采访的动工是11月18，也就是讲，搁再3天就到期，原价是78块，拍折了后变47，6折卖出。 乳制品这些的话，可能是在效期的2天之前就会是原价的6折去做促销。那如果说是像可能泡面类啊，或者是饼干啊这种干货的话，当月可能它的效期就会已经要生效的话，就会是降到3折。为了减少食品的报废量，这个卖场设立优先回归点，加特别落价商品集中管理，一档估计当减少40万件商品被浪费。明明它就还没有坏掉。 但是如果没有给到更低廉的价格的话，可能民众就不会想要有意愿去购买。根据环保署的统计，台湾在2017年3月到2018年4月所产生的城市都6603度，前3名分别是蔬菜、水果、甲肉品，其中大约有30%的生产食材。 被看作是大喷，当作是粪扫分化掉，店家无被过期食品，为何是安尼商誉？但是食品过期，敢真正的免得食？饼干啊，或是糖果之类的食品啊，通常呢稍微超过一点点时间的话，你如果这个储存或保存的一个方式跟原来的有效期限内的保存的方式一样的话，应该大致上来讲还不至于说一定会发生质变。 事实上，部分食品的品质甲保存的期限无绝对关系。厂商加注效期，也容易是互消费者判断食物的品质。先就是美国，伊就要强制所有食品拢要标示有效期限。比如说，在美国的话，他们标示不一样，他用最佳赏味期限，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就算你过了那个赏味期限，过了1天2天，如果没有腐坏，也没有坏掉，还是可以吃啊。 在台湾，这有效日期是政府把关食安重要的根据。那呢，这套数字又阁是安怎定出来的？咱来到国内食品的大厂探一个究竟。好，那我们把有问题挑出来。检验人员坐几排，当咧试食是台湾人上爱细小的之一。综合结果，在吃的过程有13个月，它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在定那个储存时间的时候，这13个月我们再去打折，可能打个8折，可能定11个月，可能定10个月。每一个品项拢会经过试食人员1、2天的亲身试验，才会当决定讲最后的有效日期。而且我会把这样本的放入这台将时间快转的大型保温箱。它大概温度在45度，那我们认为它1周大概是常温1个月的变化。 所以，如果我要做一个12个月的储存实验，我会放在这里12周。国内是用有效期限，不过我想我们消费者就算是你买到什么食物或食品，回家保存的方式同样很重要。全球每当浪费13亿吨的食物，这足足会当饲活20亿人啊！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多数消费者普遍有过期，就是歹去变一个迷思。若是会当无依赖包装店面的日期，无定都会当抢救，更较侪诚信。